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小品心語。個世界可以係一套冇配樂但畫質超班嘅默片，佢嘅世界唔係靜到冇聲，而係用另一種頻率嚟共振，讀唇、讀表情、讀身體啲好細微嘅喐動，讀空氣入面流動緊嘅情緒。佢聽唔到音調嘅高低起伏，但係讀得明嘴角微妙嘅喐動。佢聽唔到說話嘅具體內容，但係感受到沉默之中流動嘅真意。對佢嚟講，人同人之間嘅交流從來都唔只係聲帶震動咁簡單，更加係喺眉梢眼角嘅細微變化裏面，同埋身體姿態嘅無意識流露之間。普通人用耳仔聽嘅嘢，佢用對眼去捕捉，用指尖去感受，用心靈去翻譯。佢用一種人哋睇唔到嘅方式，聆聽緊生命最深處嘅共鳴。佢好仔細咁打掃緊個書架，動作又輕又專心。當佢掂到仔仔張畢業相嗰陣，佢嘅動作突然加慢咗落嚟。個相框邊俾人磨到光滑如鏡，咁多年唔知抹過幾多片。佢嘅目光停留喺個仔燦爛嘅笑容上面。相入面個仔着住畢業袍，手揸住紮花。個仔另外一隻手做緊我愛你嘅手語，呢個細微動作只有佢先明白當中嘅深層意義。呢個係個仔5歲嗰陣特登為佢學嘅手語，喺人生咁重要嘅時刻，依然冇忘記用佢最熟嘅方式表達愛意。窗外嘅陽光穿過玻璃，喺個相框上面折射出溫暖嘅光暈。佢將個相框輕輕咁捧喺手心裏面，就好似捧住咁多年嚟所有嘅明白同被明白。每一次清潔都唔只係清潔，更加係一次冇聲嘅對話，一次心靈嘅靠近。呢個習慣由個仔離家讀書嗰年開始，每當掛住個仔嗰陣，佢就會拎起呢張相慢慢抹，好似咁樣就可以抹走距離帶來嘅陌生感。久而久之，呢樣變成咗佢同個仔之間一種特別嘅聯繫方式。就算個仔唔喺身邊，呢份無聲嘅愛都從來冇斷過。佢笑住將個相框放返原位，繼續做手頭上嘅打掃。喺呢個靜局嘅空間裏面，每一個動作都充滿儀式感，每一件物件都載住個故事。而對佢嚟講，呢啲冇聲嘅日常，就係佢同個世界對話嘅方式。陽光照喺佢花白嘅頭髮上面，影出一圈柔和嘅光暈。佢聽唔到窗外雀仔嘅叫聲，亦都聽唔到遠處街道上車輛駛過嘅聲音，但係佢睇到樹葉喺風中搖曳嘅姿態，睇到雲朵喺天空慢慢飄過嗰種悠然自得。佢嘅世界係靜嘅，但係從來都唔寂寞。個仔推開門，屋入面盞提示燈着咗一下，行入佢視線範圍，做手語同講：媽，我返咗嚟啦。佢即刻笑得好燦爛，起身迎接。多年嘅讀唇訓練令佢好容易就認到呢句最熟嘅說話。佢手指好靈活咁比劃緊，今日順唔順利啊？個仔一邊講一邊用手語回應，好順利，新案子通過咗。呢個係佢由細到大嘅習慣，就算佢讀唇好叻，佢都依然堅持同佢進行雙重對話。望住個仔喺廚房忙緊準備晚餐嘅背影，阿媽嘅思緒飄返去多年前嗰陣，老公啱啱走咗，剩低佢同5歲嘅仔面對呢個突然靜晒嘅世界。佢記得自己匿喺浴室裏面冇聲咁喊，驚個仔見到佢脆弱嘅一面。當佢出返嚟嗰陣，發現個仔已經砌好咗積木，用佢幼嫩嘅手指做出媽媽我愛你嘅手勢。呢句係佢自學嘅第一句手語。個仔遞咗一羹湯過嚟，媽，試下呢個，將佢從回憶中叫返嚟。佢試咗一啖，豎起隻大拇指，跟住做咗個太鹹嘅手勢。個仔哈哈大笑，佢知道個仔出咗聲，因為佢感覺到個仔喉嚨嘅震動同胸口嘅起伏。食完晚飯，個仔拎出個細盒，送俾你嘅禮物。佢打開個盒，裏面係一部最新款嘅視像電話。
專登為聽障人士設計，配備高清屏幕同即時字幕功能。個仔手指極速咁比劃緊，解釋話：咁樣我哋以後視像通話嗰陣，你就可以更清楚讀到我嘅唇語，而且佢會將我講嘅嘢變成文字。佢從來冇埋怨過溝通唔方便，但個仔總係預先知道佢需要啲乜。呢份默契唔係嚟自血緣嘅奇蹟，而係嚟自佢幾十年如一日嘅體貼同觀察。佢諗翻起個仔出世嗰陣，因為佢聽唔到聲音，所以用眼神、手勢同攬嚟教識個仔乜嘢係溫柔。個子細個嗰陣已經學識咗講嘢之前會拍下佢膊頭，等佢睇到自己個嘴型，然後慢慢講出嚟諗法。佢唔識童謠嘅旋律，個仔就會輕輕拍手，跟住個節奏。等佢透過手心嘅震動感受音樂嘅節奏。個仔開始返學之後，佢聽唔到朝早嘅問候聲，個仔就會喺出門口之前錫佢一啖，等佢感受到佢嘅心情。佢聽唔明老師講課嘅內容，個仔就會返到屋企之後用手語比劃重點，一筆一畫咁等佢參與到佢嘅學習。後生嗰陣，個仔開始鍾意搖滾樂，但係佢知道節奏嘅震動會令佢唔安樂，就會趁佢5歲嗰陣戴耳機靜靜雞練習。佢察覺到個仔嘅沉默，就喺餐台上面放低咗張紙仔。你可以鍾意任何聲音，我會習慣㗎。嗰一刻，個仔望住佢啲字跡，感受到一種無聲嘅支持，比任何鼓勵都更加深入。讀大學嗰陣，個仔搬咗去第2度讀書，佢聽唔到電話，個仔就寫信，用筆跡維繫彼此嘅距離。佢回信總係好短，但係每封信都接得好整齊，好似佢一貫嘅性格咁，安靜而堅定。出嚟做嘢之後，個仔忙到踢晒腳，佢唔會打擾，只係逢年過節親手煮翻餐暖粒粒嘅住家飯。個仔返嚟探佢嗰陣，唔講業績，唔講壓力，陪佢去飲茶，去行花墟。佢拖住個仔隻手，呢個係佢明白個仔嘅其中一種方式。個仔望住佢嘅背影，知道呢份愛從來冇用聲音表達過，但係一直存在。大個咗之後，個仔仲做埋聽障群體嘅義務顧問。佢用手語講：你總係知道我需要啲乜。個仔回答話：因為你教識我，溝通唔單止靠把聲，你教識我睇到嗰啲未講出口嘅說話。嗰晚夜，阿媽夢見個仔仲係 BB 嗰陣，佢記得自己曾經幾咁驚聽唔到佢喊，於是喺個仔張 BB 床度綁咗幾個細鈴，用條幼線連住佢隻手腕，咁樣每當佢喐動，佢就會知道。後來仲要感覺到佢嘅需要，能夠從表情變化讀到個仔唔舒服。佢哋嘅連結超越咗聲音，變成咗一種近乎本能嘅默契。個仔做咗聽障機構嘅義務顧問，唔係因為專業背景，而係因為佢由細個就識得聆聽冇聲音嘅語言。個仔負責設計溝通培訓課程，教職場人士點樣同聽障同事建立默契，同推動企業採用視覺提示同手語支援。佢就用親身經歷參與分享會，教生活手語同情景表達。佢唔靠聲音，而係用手語同表情，動作慢而清楚，令初學嘅人覺得安心，令聽眾感受到聽障人士嘅堅韌同細心。佢喺機構裏面教後生聽障人士生活技巧，點樣應付日常挑戰，點樣建立自信。佢嘅沉穩係佢哋最安心嘅依靠。個仔成日話：我只係將佢嘅世界翻譯俾外界聽，而佢只係笑一笑，揸住佢隻手。佢哋一個動一個靜，一個講嘢一個沉默，喺機構裏面成為一對母子拍檔，用唔同方式為聽障群體開出一條更闊嘅路。喺聽障社區嘅手語詩歌分享會上面，個仔流暢咁為阿媽同步口譯詩句嘅意境，
阿媽用優雅嘅手語訴說生命故事，令現場嘅健聽人士感受到手語嘅詩意同節奏。個仔流暢咁為阿媽同步解釋內容。分享會之後，佢哋獲邀主持聽障培訓課程。課程分開兩組，一組係聽障人士，一組係健聽人士。佢哋兩母子分開引導，但係心意始終一致。阿媽教聽障人士點樣用手語表達情緒，佢唔單止教詞彙，仲教佢哋點樣俾人睇到，等佢哋喺沉默之中揾到自我存在嘅力量。個仔就負責同健聽人士溝通，佢唔單止講解手語語法，仲分享阿媽嘅故事，令健聽人士明白理解唔係施捨，而係平等咁靠近。今次有位健聽人阿媽帶住聽障細路嚟到，個細路怕醜咁匿喺阿媽身後面，阿媽輕輕咁拖住佢隻手，比劃你唔孤單。個仔蹲低身同個細路對望，用簡單手語講，我都係佢嘅細路。個細路伸出手回應，仲參與埋之後嘅活動。首先叫健聽人士戴住耳罩，模擬聽障人士嘅世界，等聽障人士指導佢哋點樣用手語完成日常任務。阿媽喺旁邊觀察，眼神溫柔而堅定。個仔就輕聲鼓勵，你哋正在學習點樣用心去聽見。嗰一刻，課堂唔再係教學，而係理解嘅場地。課程完咗之後，好多學員留低唔願走，佢哋兩母子都唔急住教完課程就走。有人向阿媽學手語詩，有人同個仔討論溝通技巧。嗰一晚，成間課室好似俾人靜靜咁點亮咗，同聽障學員同健聽人士一齊品嘗茶點、沖茶，等互動延伸到生活，等理解落實到細節。阿媽教聽障人士點樣喺職場表達需要，個仔就教健聽人士點樣用眼神同手勢建立信任。佢哋一動一靜，令課堂成為真正嘅對話空間。有學員細細聲話，佢哋嘅互動教學好似示範緊點樣去愛。阿媽聽唔到，但係睇得明嗰句話嘅純形。佢笑住點頭，輕輕咁捉住個仔隻手。分享會完咗之後，夜色越來越深。個仔推住佢架輪椅行出社區中心，街燈照喺兩個人身上，兩個影黐埋一齊。佢輕輕咁拍拍個仔手背，比劃話今晚好靚。個仔笑住點頭，用手語回應，因為你喺度。返到屋企，佢習慣先整理張台。個仔就喺廚房煲緊一壺熱茶，茶香四溢。個仔將杯茶遞到佢手裏面，佢用手指輕輕掂下杯邊，感受下溫度。呢個係佢明白個仔心意嘅其中一種方式。食完晚飯，佢拎出本舊相簿，揭到個仔細個學手語啲相，眼神泛起的油光，好似重溫緊一段靜默嘅旅程。個仔坐喺佢隔籬，一邊摺衫，一邊聽佢用手語講過去嘅嘢。每一個動作都好似編緊一首無聲嘅詩。佢比劃住話，你大個啦，但係依然明白我。個仔回應話，因為你教識我點樣聽見沉默。兩人對望笑咗出嚟，唔使講嘢，個心已經心靈相通。夜闌人靜，佢挨喺梳化度合埋眼休息。個仔輕輕咁同佢冚咗張毛氈，動作好輕柔，好似回應緊佢嘅一生。窗外嘅風聲，屋內燈光暖洋洋。佢企喺門口回頭望咗一眼，佢嘅身影靜靜安穩，好似歲月咁沉澱咗落嚟。個仔輕輕閂門，行出熟口熟面嘅電梯口。返屋企條路唔長，但係特別靜。佢望住街燈下嘅倒影，心入面浮現佢阿媽用手語比劃嘅片段。返到自己間屋，佢開着燈，但係唔急住坐低，只係輕輕將阿媽送嘅茶杯擺喺書台角落頭。嗰隻係阿媽親手揀嘅陶杯，杯身刻住手語嘅家字。佢望住隻杯，好似仲聽到阿媽無聲嘅叮囑。
佢知道真正嘅陪伴唔止喺身邊，而係喺每一個選擇裏面都記住阿媽。個仔用對眼聆聽世界，阿媽用手語訴說靈魂。喺無聲嘅歲月裏面，兩母子用沉默做語言，用理解做橋樑，將彼此嘅生命編織成一首無聲但感動人嘅詩。個仔學識咗唔靠聲音去感受情感，阿媽亦都喺佢嘅陪伴之中睇到世界嘅回應。佢哋唔單止係彼此嘅依靠，更加係社群嘅光。由家庭到社區，由個人到群體，佢哋用心靈相通嘅方式教識大家。真正嘅溝通唔在乎把聲有幾響，而係在乎明白有幾深。喺靜默之中，佢哋聽到愛；喺無聲裏面，佢哋講出咗希望。呢份連結唔使講嘢，已經足夠照亮人心。今集分享到呢度，希望可以俾你啲啟發。鍾意就點個讚，分享出去，訂閱小品心語。寧靜沉默嘅牽引，無聲嘅共鳴，無聲之中聽到愛。對於今集內容有咩想講，留言分享下。你嘅一句留言可能會鼓勵到其他人。多謝支持，下集見。